这期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蒋阳。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西藏政治犯格西喷登坚参在中国监狱中离世；司政边巴次仁对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进行访问；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祝贺新任捷克总统彼得·帕维尔。司政边巴次仁致函祝贺2023年印度莲花世勋章得主。达赖喇嘛尊者和图图大主教的纪录片在欧洲议会放映。驻伦敦代表索囊次仁在芬兰和波兰推广西藏议题。北美藏人团体向长期支持西藏的美国众议院吉姆·麦戈文致敬。驻日内瓦办事处将在联合国条约机构审查中国前举行视讯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根据可靠消息来源，自去年3月以来，一直被中国当局监禁的西藏东部康区理塘县军坝镇的格西喷登坚参，于上周四1月26号因健康原因在中国监狱中不幸圆寂，享年56岁。据了解，在格西喷登坚参圆寂后，理塘县政府将逝者的遗体运回军坝镇，但禁止人们瞻仰和悼念，并在当地实施了3天的出入限制。数天后，他的遗体被当局转移到了北京。据悉，格西喷登坚参常年向当地的信众传授佛法，并积极投身于理塘县的谢珠达吉林寺的修缮工作。2002年3月，他因担任该县2个村落冲突的调解人，而被当地政府任意逮捕，随后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日1月29号开始，对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展开为期20天的访问活动。本周二在抵达伦敦后，司政边巴次仁访问了伦敦的牛津大学，并在牛津联盟发表了有关西藏议题的演讲。在结束对英国的访问后，司政于本周四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受到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郎杰曲珠博士、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茨城嘉措先生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临时主席布琼次仁先生，以及首都地区藏人协会理事会成员等的隆重迎接。在抵达华盛顿的第一天，司政边巴次仁在驻北美代表郎杰曲珠博士等官员的陪同下，礼节性地拜访了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雅女士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民主与人权事务高级主任罗布·博辛斯基先生。在美国和加拿大访问期间，司政将会见美加2国的各级政要及支持西藏团体，并参访该国的藏人社区及发表公开讲话。另外，位于中欧的捷克共和国近期迎来新一届总统选举，北约军事委员会前主席皮德·帕维尔先生于上周六1月28号以高票当选为该国新任总统。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和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在闻讯后相续致函表达了祝贺。司政边巴次仁在本周二1月31号写给彼得·帕维尔先生的贺函中，希望他能延续已故前总统瓦兹拉夫·哈维尔的伟大精神，为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做出重大贡献。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在表达祝贺的同时指出，她确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和瓦兹拉夫·哈维尔之间的终身友谊使西藏和捷克共和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并且希望新任总统在任期内能够继续遵循哈维尔总统的伟大精神遗产和传统，坚持人权、真理和尊严等的价值观。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近日分别致函印度阿努纳恰尔邦前部长伽马旺丘先生和拉达克蒂克塞寺主持提克塞荣波切
于1月25号获颁印度著名的莲花式勋章。资深编巴次仁在写给提克塞荣波切的贺函中，赞扬了荣波切为佛法和信众做出的杰出贡献，并强调提克塞荣波切获此殊荣是藏人，尤其是拉达克地区各族人民的骄傲。此外，资深编巴次仁还于本周二致函阿鲁纳恰尔邦宗教事务部长江白旺迪先生，祝贺他已故的父亲噶玛旺丘先生荣获莲花式勋章。司政在贺函中写道：印度政府将莲花式勋章颁发给你的父亲，是对他一生杰出服务的褒奖，也是对他精神遗产的认可。他对改善阿鲁纳恰尔邦人民和政府的贡献，使他获得了整个印度人民的钦佩和尊敬。司政还感谢噶玛旺丘先生生前对西藏人民和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与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米库拉斯·佩克萨议员的办公室合作，在欧洲议会组织了一场有关达赖喇嘛尊者和已故的图土大主教的纪录片放映活动。在纪录片放映前，欧洲议会议员佩克萨简要介绍了这部名为《使命欢乐：寻找安乐与动荡的时代之中》的纪录片制作过程。他强调，在当前动荡的时代，观看这部纪录片是非常合适和及时的一种举动。观看这部纪录片的观众见证了两位最受尊敬的当代领导人之间真诚、可爱和跨越宗教和国度的友谊。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代表索囊次仁先生于1月23号至28号访问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和波兰首都华沙，向两个国家的政要和支持西藏团体推广西藏议题。在访问上述两国期间，代表索囊次仁先生向各界政要传达了两个主要信息，即西藏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无权干涉下一世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在芬兰，代表会见了芬兰外交部的5位官员、国会议员伊瓦比奥代女士和支持西藏人士。代表建议芬兰政府采用与美国颁布的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相一致的法案。在波兰首都华沙，代表参加了由该国议员莫妮卡女士主持的波兰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会议，并会见了副议长布朗斯卡女士等政要。代表索囊次仁先生还首次访问了波兰议会众议院，受到议长和众议院全体议员的热烈欢迎。他还与波兰藏人社区的民众进行了会谈，并访问了华沙的西藏医疗中心、噶玛德钦区林佛学中心和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此外，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北美区的2名议员及纽约和新泽西藏人协会于上周日1月29号在位于纽约的平措德系社区大厅举行了一场仪式，表彰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籍议员吉姆·麦戈文先生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坚定不移的支持。来自美国各地藏人协会的主席、西藏议员、驻北美代表郎觉曲珠博士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丹区嘉措女士相续致辞，感谢吉姆·麦戈文议员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吉姆·麦戈文议员在发表讲话时指出，他和众议院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并保证会继续提供支持。他还分享了在美国国会提出的新法案之意义，并敦促流亡美国的藏人争取有关官员的支持，使该法案顺利通过。来自美国各地的藏人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和宗教团体的负责人，以及当地藏人社区的500多名藏人出席了活动。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在联合国条约机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对中国进行审查之前，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将于下周三2月8号组织一场有关西藏局势的视讯会议。
据了解，会议将重点讨论和审议支持西藏团体向委员会提交的关于西藏局势的报告，特别是中国在执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方面未履行的承诺等议题。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